这里是藏经阁，我们特意收拾出来供娘娘休息，有许多大德高僧在这里闭关静修。这里呢，也是寺庙最好的修行之地。哇，这么多书，太棒了！我死也读不完了。娘娘，您也喜欢读书？当然了，不是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吗？娘娘，我扶您坐下。娘娘，请坐下吧。国师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个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丹药，请先服下。谢谢啊。搬过来。好，娘娘，那我现在给你医治，请你转过身去。娘娘，医治完毕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的病情除了药物，还需要大量的阳气注入。每天傍晚是阳气最强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我会每天为你治疗，大约半个月吧。我想你的病就会好了。那好，娘娘，您先休息。哎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冯峰或者妙莲都行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国师。太舒服了。娘娘，你的病又好了。娘娘，不是这样绣的。哎呀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无聊死了。要是能上网就好了。上网？你要捕鱼啊？怪不得你们古代的女孩都会绣花，原来整天没事干，闲得蛋疼啊。蛋疼？这么好的天气，蛋疼？要是能自驾游就好了。再把家业带上。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家业了。我梦见他不是和尚，我还跟他……娘娘，陈昭义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娘娘，我们躲躲吧。走。娘娘，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，你在这儿住的可好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特别好。那就好。给陈昭仪请安。姐姐，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就不给你叩拜了啊！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还跑那么远来看我，哎呀，感动死我了！我这不是惦记你吗？你离开皇宫这几天啊，
我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送宝贝来的。哎呀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呀？这是一颗1000年的人参，兴许它能救你的命。1000年的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皇宫里的东西你还怀疑啊？哎呀，那可不敢。妹妹，你这刚才又说了那么多风言风语，我看你这病啊还是没有好。这样吧，过2天我跟皇上说几句好话，接你回宫，咱们俩还是好姐妹。回宫就不用了吧？皇上不是都有8美人了吗？早就把我给忘了。倒是姐姐，你可要保重啊！后宫有3000佳丽呢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啊，妹妹，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吧。你不进去坐会儿了？那你慢走啊，我不送你了，拜。大家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娘娘，真是人参哎，只怕真的有1000年呢。还真不是姜啊！哎，娘娘你轻点儿。居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难道良心发现了？娘娘，反正你的病又不好，这人参又不得有假，我们就试试吧。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哼。娘娘，娘娘，这可是1000年的人参。1000年的人参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干！娘娘好棒！娘娘的病啊，很快就会好了。起来活动一下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吐血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丫的，陈昭仪害我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挺住啊，娘娘。等我死了以后，财产都归你。娘娘，你不要说瞎话呀！娘娘，奴婢去找人，找三王爷。他哪肯搭理我呀？没想到我来古代的命运这么惨。娘娘，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猪猪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来人呐！